早八早着一个少年家。大人问爸上一定叫阮买剃头，请问人客什么形体？你才较介意？乌鲁巴个太空飞钱，若无分73，阮就是你发小姐，青春正当时。可爱的你发姑娘，来啦啦啦啦啦啦。你发是你发，不过我是你发的小姐。吹出着电吹的风，就是恋爱风。若是不信，请你来吹，心心飞上天。手面的手，亲像麻糍，又软搁又白。阮就是你发小姐，青春正当时。可爱的你发姑娘，来啦啦啦啦。三好的迄个人客，不是对阮屎目睭，看起来相当飘滴，心头微微，害阮无意煞来刮着人客的嘴皮。工钱摕无，也受责备，白白做戆工。阮就是你发小姐，青春正当时。可爱的你发姑娘，来啦啦啦啦啦。